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3月20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聊聊中国的房地产。关于恒大关于徐老板又出现花边新闻了。我记得前几天咱们介绍的时候也说了这个恒大徐老板他的前妻不是向法庭申请什么闭门聆讯吗？就不能公开聆讯，因为涉及到隐私。但是我也介绍了它里面提到了2个未成年子女。我当时就觉得怀疑就是许家印他不是2儿子吗？至少2儿子。怎么还有2个未成年子女？而这2天关于许家印的未成年子女在网上已经广泛的传播了媒体已经关注到了，大家都非常好奇许老板已经60多快70了，未成年子女是什么时候有的？凤凰网财经他有篇报道他说在本次香港高等法院披露的法律文件中有2个信息引人关注。首先，丁玉梅在申请闭门聆讯的众多理由中有一条显示其目前正与自己的2个未成年子女和2个未成年孙子女生活在一起。丁玉梅认为司法公开不代表需要公开其生活以及资产详情，公开聆讯可能损害其声誉，并影响他2名未成年子女以及2名未成年孙子女的生活。根据公开资料许家印与丁玉梅在1983年结婚，婚后育有2子，长子许志健，次子许腾鹤。这2个显然都已经成年了其中许腾鹤在恒大体系内工作近10年，那现在呢跟许家印一样都在蹬缝纫机倒是那个老大许志健好像没有什么报道。那怎么突然出了2个未成年子女？在法院披露的文件中并未透露有关丁玉梅2个未成年子女及2个未成年孙子女的父母信息。除了神秘的子女之外，在本次披露的法律文件中，清盘人还透露丁玉梅自2024年8月以来已支出400万美元，并认为这足以表明即便有限制，其仍能在短期内花费巨额资金。也就是不到1年时间他能动用400万美元，那就是将近3000万人民币果然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根据香港公司注册处信息发现，丁玉梅持有加拿大护照，但是目前看不管许家印、丁玉梅采取什么措施，技术性离婚还是转移财产等等对他的惩罚正在落实。这个网是越收越紧。这不，丁玉梅也得老老实实到香港高等法院去公开聆讯，也就是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无论采取什么技术手段夫妻双方所需要承担的债务并不能转移，更不能豁免，还得承担。这个也给那些很多这个房地产老板一个警告，不要以为破产负债对吧，一个人坐牢，一个人把牢底坐穿了对吧，全家幸福这个是行不通的。不仅许老板要用镣铐给自己疯狂上路画上句号，他的家族想方设法隐匿的财富也即将浮出水面。恒大的清盘人可以说是叫穷尽手段，全球追债，就你藏哪儿都不行。说到许老板，咱们又得说一说这个融创的孙老板。3月19号市场消息融创中国的清盘聆讯被押后至3月24日举行。这个春节前咱们不是报道了吗？这个融创中国被中国信达香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向香港特别行政区高等法院提起清盘申请，也就是要把融创中国推向跟中国恒大一样的路。那么这个清盘聆讯要3月24号要举行了。这个融创中国也是命悬一线这个融创当时爆雷以后这个孙老板力挽狂澜，也就马上拿出了态度，至少让债权人感到他愿意出来承担责任，把自己的财产拿出来担保，然后债务重组，请求债权人给时间。我记得我一直说融创债务重组成功不代表他就活了，他这是延缓一口气。实际上所有的房地产公司都一样，房地产开发商能不能活下来都是看韭菜，看韭菜买不买房。还有一条路就是破产重整，破产重整不行就是破产清算，只有2条路就是如果是韭菜都去买房，这房企日子就好过了，他房子能卖掉，他自然就能赚得过来，不至于暴雷。他就有钱就还债权人的债，对吧？这个当然是好事啊，我们都希望啊，那韭菜都拿着钱去买房，关键是韭菜没钱呢，你总不能让韭菜玩命去借吧，把风险转嫁给韭菜，这不人道啊！韭菜也扛不住风险啊，韭菜有钱应该去买房，如果韭菜没钱，你让他去贷款，贷90%的款，韭菜都没工作，你相当于把风险转嫁给韭菜，这条路显然啊不太好走。那实际上就剩下一个破产重整。破产重整什么意思呢？也就是把你的这个房企啊，把
把你的债务用法院呢这个裁决的形式把你债给裁掉，对吧？你本来是欠100亿，现在你只用还10个亿就行了，那90亿没了，不用还了。那这些企业它当然就能活得过来。然后这个股东呢，对吧？你得出局吧，该你还的你背着，对吧？换新的股东进来，人家带着钱进来，这个是破产重整啊，这个应该是解决的最好办法。也就是说啊，第一种叫市场化，第二种咱们就叫法治化，这个通过司法手段。当然了，司法手段里面它也有这个叫市场化，这个咱就不多说了。总之啊，就是房企要彻底的能够正常运转，只有这么2条路。所谓的债务重组都是耽误时间，就是拖延时间呢，就是不甘心呢，都觉得自己还能再抢救一下。那韭菜到底有没有买房，愿不愿意买房？我看这个有研究机构给出一个数字啊，就能说明问题。这个叫格隆会啊，他昨天啊公布了一个数字，但是这个数字恐怕是从人行的网站上获取的啊。他说，截止到2025年1、2月，就是整个的1到2月，中国居民累计新增贷款547亿元，这什么意思呢？而且2025年啊前2个月，咱们新增贷款只有547亿，居民的啊同比下降86%，就是跟2024年1到2月比下降86%。这个数字啊，确实让人很震惊啊！大家也知道，这个居民贷款都干什么？新增贷款，那大部分都是买房子、买汽车，就是新增贷款比2024年下降86%。但是一边却是媒体还有中介说咱们对吧，楼市爆火啊，新房销售在增长，房价也涨，二手房呢更是创新高。就这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比较糊涂的地方啊？就是转不过弯。那难道买二手房、买新房现在都是全款吗？这韭菜一下这么有钱，就不去贷款。就是如果说啊，我们按通常都是贷款买房，贷款买房，你既然你房子卖的多了，对吧？二手房也卖多了，新房也卖多了，那你这新增贷款肯定是增长啊，怎么可能还下降86%呢？那只能说明啊，你要说房子卖多，那就是人家都是全款买房，他不贷款，所以你看这个数字就开始打架了，矛盾了，对吧？这个媒体啊、中介一天到晚的吹这个楼市回暖，房子多卖，各个地方都是日光，深圳也是日光，杭州也是日光，然后土地啊是不是都是溢价？这个真相是残酷的。2025年1到2月，新增贷款同比下降86%，不要说房子了，恐怕连车都少卖了。大家还记得我昨天还是前天说的，北京的对吧？1到2月社零数据下降，其中一个重要的下降就是汽车下降20%。你看看这些数字是不是都对应上了？说明什么？我们再看啊，网上有一篇文章研报啊，它标题叫需求不足，供给过剩时继续加速投资，纯属资金错配，并加剧结构失衡。这个作者好像叫什么徐三郎，他的观点啊是这样子的，他有数据啊，他的数据是这样的，他说如果将时间放大到疫情之前，与2019年前2个月对比，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增长31%，其中制造业投资增长了46.6%，工业增加值增长45.8%，但社会商品零售额仅增长28.9%，比制造业投资增速低了37%。2025年1到2月，我们对汽车制造业投资比2019年同期增长28%，但汽车国内与国外销量仅增长18%，比投资增速低了1/3。也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对这个汽车行业的投资增速啊，应该跟你的汽车的销量增速应该同比才对。就是你给汽车投的越多，那个增速销量也增速越多，这个是应该是个良性的。甚至你给汽车投资这个增速啊，比销量增速小，销量卖得更快，那不是更是良性的吗？如果说你给汽车行业投资增速100%，但是销量增速只有10%，那你就知道出问题了，吃多了拉不了，消化不好啊，这个简单的道理啊。所以2025年1到2月，他说对电力、热力、燃气和水的生产供应投资比2019年同期增长159%，但发电量仅增长36%，比投资增速低了77%。这说明什么问题呢？是不是说明投资过了，对吧？至少一个是制造业和制造业内部部分产业持续的投资增长，加剧了供给和需求的失衡。这就是我们老举例子的，你把钱投到大山里面造那些宏伟的工程，但是它没有产出，不就这意思吗？他说由于这几年持续的投资增长并非受市场规律推动，而是由政府推动，因此庞大的固定资产投资并未提高我们的生产力。6年来，汽车和电力的产出增速比对汽车和电力的投资增速低很多，已经充分的证明这一点。也就是说，你再在这个行业上面投资，已经没有什么产出了，你再投吧，变成沉没成本，变成冗余的那种叫产
产能过剩啊。这是有这个一个叫徐三郎的，他在这篇文章里说，这也意味着呢，我们在应该提高个人收入、刺激消费的时候，却将资金错配给固定资产投资，因为违背了经济学原理和市场规律，最后不仅不能因此推动经济增长，创造就业机会和竞争力，反而加剧了经济结构的失衡，酝酿并积累了越来越大的经济风险。一家之言啊，但是你想一想，也就这么回事啊。但是啊，这个汇丰啊，他对经济形势啊有不一样的看法。汇丰刚刚发表了一篇研报啊，认为中国消费最差的时候已经过去了，2025年下半年中国消费将出现拐点。它理由有3个啊，是第一个，持续的政策支持将刺激消费增长；第二个，房地产市场趋于稳定，提振消费者信心；第三个，大多数子行业库存水平较低。这个汇丰啊，还对白酒、啤酒、育儿奶制品、调味品行业进行了不同角度的分析，比如说促生育政策将提振奶制品消费等，看好这些消费分支行业。也就是说啊，这个汇丰认为咱们到2025年下半年消费就会出现拐点。那这个观点比较乐观一点啊，汇丰对吧？作为一家机构啊，那是满满的求生欲啊。我们再看房地产啊，从这个细节里面看到这个楼市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作为一个央企啊，这个招商蛇口他公布了财报啊，这个财新网报道啊，他这么说的，他说招商蛇口强调不能拿错一块地，2024年拿地金额同比减少超60%，房地产下行已逾3年，开发商纷纷收缩战线，手中资产也因此缩水。央企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就是招商蛇口啊，亦不例外。他说了这个招商蛇口啊，这个2024年经营业绩，这个咱就不说了。在3月18日举行的业绩发布会上，招商蛇口董事长蒋铁峰称啊，投资离不开对房地产行业整体形势的分析和判断。此轮房地产周期从2021年持续至今，平均房价跌幅已超30%。你看啊，这是招商蛇口董事长说的，平均房价跌了30%。他说这对房企的资产负债表造成巨大伤害，对开发商现金流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你看这个30%跌掉了，就就是你本来卖房子吧，对吧？卖1万平米能有1个亿的收入，现在你卖1万平米只有7000万的收入，那你说你这现金流是不是急剧萎缩？但是你的债是不变的，这债是刚性的，那美元债对吧？你发的那些债，你银行的贷款那个不会缩水啊，就大家就知道为什么这个央企它也过不下去啊，压力也大呀。然后他说啊，最重要的是下面话，这蒋铁峰说啊，整体而言，2025年房地产市场将会进入止跌企稳、结构性分化的阶段。结构分化啊，他举例称，年内房地产市场会出现很多结构性机会，比如目前个别核心城市的高端楼盘供不应求，而一些3、4线城市远郊区的楼盘无人问津。看看，这就是咱们说的上海为什么老是日光啊？徐汇区、黄浦区好像动不动日光盘，4000万一套的房子一天就抢完，但是呢，外环外的房子它也是卖不动。这是央企董事长说的啊。好，他说短期内我们对行业政策的及形势判断不能出错，也就作为一家央企房地产公司啊，对公司的战略方针要保持不失误，体现到投资端呢，就是以销定投，量入为出，不能拿错一块地。也就是对央企来说啊，连一块地都不能拿错，拿错了你就完了。你看现在啊，不像过去地拿到手就是赚钱，不存在有拿错一说，你连现成的地都可以抢完盖房子卖出去。现在呢，你拿错一块你就完了啊，这连央企都这样要求啊。然后他说啊，房地产市场仍然大有可为，招商蛇口要优中选优，选择核心城市、核心区域进行投资。这个招商蛇口的董事长这个话，其实你就能理解为什么现在杭州、上海、成都、北京核心地块溢价率达到30%、40%、70%，很多房企去抢，但是2、3线城市对吧？其他的地块根本就无人问津，甚至啊1线城市的远郊地块也没人问。但是媒体他不会告诉你这个，媒体只告诉你啊，成都啊这个楼面价又拍出了一个创纪录的高价，杭州对吧？又拍出了什么溢价率70%，楼面价多少多少的一个地块创历史新高，他只会告诉你这个，他不告诉你原因。核心城市、核心地块，央企都跑去抢，因为高端楼盘供不应求，也就是咱们经常说的，有钱人还是有的，对吧？苦的只是996啊，韭菜，花个200万买房，咬牙切齿的。
但是我还提醒一下啊，就这种高端楼盘，这种日光盘，它总有个头啊。有钱人是不少，但是割一割也就差不多了吧，总有饱和的时候啊。等到这个豪宅，对吧？高端楼盘卖不动的时候，那就差不多彻底熄火。所以我们看啊，住建部啊，昨天又表态啊，又喊口号，坚决稳住楼市。如果像媒体说的那样啊，像中介说的那样，楼市已经止跌回暖了，那怎么住建部作为主管部门，怎么口号喊得越来越响呢？要坚决稳住楼市啊！这以前是要稳住楼市，对吧？咱们政府的报告里面是稳住楼市、股市，住建部加了个坚决2个字，一方面体现决心啊，恐怕一方面也体现了这个目前形势不太乐观了。这个是中国建设报3月19号报道，他说近日住建部党组召开理论学习会议，要求要持续推进城市更新，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啊，下功夫实施一批惠民生、防风险、促发展的更新项目，要坚决稳住楼市，持续巩固4个取消、4个降低、2个增加房地产政策组合拳效果，继续打好保交房攻坚战，加力实施城中村和危旧房改造。我们再看啊，这个财联社3月18号的一个报道说，部分银行消费贷利率已降至2.49%，刷出年内新低。我刚才说了，咱们也格隆会出个数据啊，咱们2025年1到2月新增贷款，居民的新增贷款同比下降89%，就没人贷款。你这个印证上了啊，正因为你贷款发不出去啊，没人贷啊，所以说你看银行的消费贷利率已经降到了2.49%，这银行的钱贷不出去嘛，没人贷，那怎么办呢？指标完不成啊。说这个财联社记者3月18日从业内了解到，北京银行消费金益贷为部分客户发放限时优惠券后，利率可降至年化2.5%。宁波银行宁来花直接贷叠加专项优惠券后，利率最低可降至年化2.49%。开年以来，银行消费贷市场竞争激烈，利率下行趋势明显，相关产品利率已接连跌破2.6、2.5两大关口。从这个说明2个问题啊，一个就是银行贷款贷不出去，它只能降价，而且还只能从消费贷下手，别的贷款更动不了。这就是反过来说明这个1到2月这个贷款呢快速下降，银行着急啊，要不然银行它给你降价。第二个说明什么呢？我觉得按揭贷款呢，房贷利率还有进一步下降空间。现在这个咱们的这个按揭贷款利率啊，各个城市不一样，估计应该在3%、3.1%、3.2%这样子。那你看这个消费贷才2.5%不到，没有道理，对吧？都是贷款，我贷款买房子啊，你就给3.2%的利息哦，贷款买车子你就2.5%，没道理，对不对？你瞧不上房子是吗？所以我觉得按揭贷款利率进一步下调，还有公积金贷款利息也得下调。毕竟啊，日本好像这个按揭贷款利息这0.点几啊，1%不到啊，0.5%、0.6%啊。如果你按揭贷款利息真的如果降到0.几，对吧？贷100万买房，一年只用还几百块钱利息，那说不定还真有人愿意买，对吧？就相当于租房吧。啊，最后我们再看个视频啊。这个是一个关于养老的视频，一个上海的独生阿姨啊，她应该在将近80多岁了，这个丈夫和她的女儿，唯一的女儿先后去世，然后就剩她一个人，看她是怎么养老的。大家看视频啊。我就把房子卖了，整个一张银行卡，还有我每个月的工资都在上面，交给我子女。房子卖了510万。阿姨今年多大岁数？79了。那您是什么原因来住养老院呢？我养老院前面我做了8年了，4年就开始进养老院。我想得出来些，因为什么呢？我小孩子走了，跟了大概只有没几年，老伴走了，就不是我一个人在家，谁放心啊？我兄弟姐妹都不放心我一个人在家，所以呢，我姐先到养老院，他来了以后呢，我就来看过了，一看了，我想都蛮好，不错。他来了也比我早来1年，后来我就过来了。省得你们都为了我，有的时候打电话打不到，到我家来碰不上人，联系不上我，他们都着急了。我们兄弟姐妹们大家都是相互关心。不好意思问一下，您的孩子是什么原因呢？我孩子是生病走的，老伴后走，孩子先走。您住了我想想8年时间，等于说70岁就开始来住养老院了。67就来做了，开业1周年我就过来看了，因为我姐姐在先进来的，进来了以后呢，那么搞活动呢，她跟我就说了，搞活动不分方向，全都一个价，你一个人也是这个钱，2个人就加一个饭钱，
其他人一样的。我14年就进来了，他们是13年开业，我一个人进来，我一个人一个月是7000，那时候的价格7000不吃亏的。吃饭什么都在里面了，水电什么都在里面，包括房钱都在里面了。那现在呢？现在1万多了，现在13000了哟。房间呢也比原来大，13000都是您自己付？把房子卖了吗？原来家里的房子卖掉嘛就是钱呀，实际上是对的呀。养老，最后养老应该是把自己原来的房子卖了，现在不是很好吗？房子都能买卖嘛。我是自己买的房子，根本我不要了，不需要了，我就买掉，买掉了又买养老院，不是一个样。您是什么时候把这个房子卖掉的？我是17年辰光就把它卖了。也就是说，您等于说14年住进养老院，然后登了3年以后，对，17年，然后把自己我决定不回去了，就把房子卖了。我到这里来的时候呢，3年借给人家房子3年，接下来我发现什么事都要找你，他们一个人在管这个事，要住养老院里面，他们什么要咱们不好了都要来找到我，所以我想算了，卖了我钱有活路的。否则我的工资全都付下去了。我来的时候，我1个月的工资全都下去了。您原来是做什么职业？做教师的呀。您的教师职业应该退休金也不低。退休金对呀，我退下来就7000多了，7000多嘛，这里只要7000呀。刚好够我就够了呀。对，因为饭也不要了，什么都不要了呀，全都这里包的呀，就付一点自己的配药，吃药的钱。其他不需要的。这个房子卖了多少钱？房子卖了510万。等于说这个510万，等于说全部投入到养老了。对，投了养老里面了，而且是我子女来管我自己孩子没有了嘛，就子女管我的，所以我是胆子很大的。整个一张银行卡，上面全是我的这个房子的钱，还有我每个月的工资，我全都交给我子女。所以我子女他是说实话全身心的投了我身上，对我很照顾很照应，比自己女儿还要好。有点什么事电话一打马上就来。我在这里的时候抢救过一次，就房间里面脑梗死这样子摔了房间里，他们马上打电话通知我子女，救命处一喊，我子女马上1命赶到医院，他们这里用救命送把我送到那同济医院。等我到了那里，我子女已经一切手术都办好了，就靠我子女，我哥哥的孩子，他一心扑了浪啊。对，这样的你要说自己的子女还有的还没这么好了，对吧？是，我是子女呀，我哥哥的女儿呀。关键您也放心。对，我放心，因为你放心交给他，他当然是很想帮好，对不对？所以我说有的大人这么讲，子女怎么样，你钱不肯放手给他们，你到底后面你要想怎么办？这个计划都不跟子女商量，全都怪子女不孝顺不什么呀，对不对？如果说银行卡不肯交给他，我管在自己娘的手里能有用吗？没用的呀。找保姆也要他帮你去找的呀。我们实际上应该来讲，做父母的应该对自己的子女应该要放100个心，没有一个子女是将来扣你老人的钱，对吧？他都希望你老人能够活的时间长，就是活的他妈钱越多了嘛。我就把房子卖了，整个一张银行卡，还有我每个月的工资都在上面，交给我子女。这个8年时间可不短哈。对啊，我在这里住8年了，开始住了久了，后头到那里去过1年，但是整个1年待下来，最后我还是感到所有的人我都很熟悉，包括厨房他们的工作人员对我真好，他们都知道我这个情况，有什么都帮你。这个么要呀，你对我好了，我心里舒服。所以你说什么都很相信啊，相互都相信。是您孩子老伴都去世了您一个人您有没有孤独感？没有，就在养老院不会有孤独感，边上都有人，有人说话，有人一起走路散步，你说比一个人在家里要好多了。我这个方面看得很清楚了，一个人关在家里干什么呢？又不是经济条件不允许，经济条件又允许，到养老院去，
思想负担都没有，全都解脱。这个说到养老啊，每个人都要面临养老的问题。看完这个视频啊，给我的感觉啊，首先第一个，你得有钱，也别说你有多少钱吧，你得有退休金。那这个老太太，她现在她住的这个养老院，恐怕条件比较好，好像一个月1万多嘛。她的退休金，加上她的卖房子钱，完全够覆盖啊，所以她不在乎。最主要她有退休金啊。所以说啊，你养老，如果你没有退休金，不管给谁都是累赘，那要么就是子女的累赘，要么就是政府的累赘，政府不一定管你啊，对吧？这个老太太把房子卖了510万，但510万，她就按现在年化2%存款，她一年也有10万的这个收入啊，再加上退休金，她养老完全没问题，条件还不错。所以说还得有退休金，如果能有一笔财产那是最好的，首先得有退休金啊。第二个就是，即便这样啊，你还得有自己人，你如果你是孤寡老人也够呛，有子女最好，没有子女还得有亲属。这个老太太就有侄女儿，所以这个说到养老问题啊，一言难尽，还得早做打算呢。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